好多人以為老年痴呆症係一夜之間發生嘅事，但係科學研究話你知呢個病可能喺你40歲中年嗰陣已經悄埋咗種，60歲先發病，40歲已經有跡可循。你有冇試過出咗門之後行咗幾步就開始懷疑自己鎖唔鎖到門，閂唔閂到燈？有冇試過上一秒想做件事，下一秒就唔記得咗？又或者明明想講嘅嘢咧已經到咗嘴邊，點都吐唔出嚟啦？呢啲唔係你大意，可能係大腦發出嘅早期信號。呢種叫做阿茲海默症嘅病，可以潛伏20年先爆發。病理變化慢慢積累，最先受影響嘅就係短期記憶同埋語言表達能力。除咗記性差，仲會出現性格大變，可能變得暴躁、刻薄，甚至突然鬧人。有啲平時煮餸好叻嘅人，近排成日炒窿餸啦。仲有一種情況要特別留意，就係答非所問。人哋問你食咗飯未，你答最近幾好。咁呢個係對問題理解出現偏差啦，係中樞認知功能受損嘅表現。如果你或者屋企人開始出現呢幾種變化咧，唔使驚，但係一定要正視。可以試下溫和咁記低變化嘅頻率同埋情況啦。比如幾時開始，幾耐出現一次，然後揾信得過嘅家庭醫生傾下，做個認知評估。呢啲唔係老化，應該有啲正常表現，及早識別可以爭取更長嘅健康時間。從今日開始，關注自己同屋企人嘅認知變化，唔係製造焦慮，係保護認知健康嘅第一步。